係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咁咧，今次呢條片咧，我主要係想講翻最近 JR 高山本線部分區間咧就出現咗一個停運啦，或者運行變更嘅情況。咁咧，我會喺接落嚟嘅內容咧提供埋一個替代方案嘅。咁就先講翻我點樣發現呢件事啦。咁其實咧，我聽日即係4月19號咧就會飛過去名古屋啦。咁玩2個星期，咁就預留咗要去立山黑部嘅。咁然之後咧，我17號晚做呢個行程嘅 final confirmation 嘅時候咧，就發現列車有啲古怪，因為我見到佢係所有特急飛驒號嘅列車咧都出現咗一個 warning 嘅 marking， 咁就話有故障出現咗嘅。咁之後咧，當我做 research 啦 ，search 到去 JR 嘅官方網站，我先至發現咧，原來高山到富山之間呢一段路啦，咁原來喺一個杉原站同埋一個豬谷站之間嘅橋梁咧，就係檢查嘅時候就發現有水流侵蝕到個橋，出現嚴重嘅基礎建設外露，咁咧就令到高山至富山嘅特急飛驒號咧，依家係處於一個無限期停駛嘅狀況。好啦，咁嚟到呢度啦，咁我諗應該有唔少計劃緊去立山黑部嘅朋友就，如果唔知呢件事就會開始覺得有啲頭痛啦。因為咧，其實有好多人咧去立山黑部咧，都係會經富山上山嘅。咁原因其實主要就係因為，如果你係由線澤，即係由東邊嗰邊上去大雪谷嗰邊咧，好容易會受天氣影響，個纜車出現停駛嘅情況啦。咁立山嗰邊咧，基本上就比較少出現呢個情況，咁就比較穩陣嘅。咁樣喺呢個情況之下啦，咁如果大家仲堅持要去立山黑部的話咧，咁就以下我就會講幾個方案啦，等大家可以有更加大嘅機會成功上到去。咁接落嚟啦，咁我就會講幾個交通嘅替代方案，咁就幫大家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咁首先第一個方案啦，咁如果你啲嘢其實係未 book 好晒，行程係未定死的話咧，雖然有啲風險，但係我覺得可以嘗試喺線澤嗰邊上立山黑部嘅。我嘅建議會係先上咗去線澤，去到大雪谷，然之後就我哋唔好去富山嗰邊啦，沿路返回線澤，然之後你可以沿途譬如去松山城嗰啲地方玩啦。咁之後翻名古屋，跟住先至再安排你可以自己鐵路遊啦，或者報 day tour 啦，咁就去翻高山啊、飛驒古村啊嗰啲地方咁樣。咁樣第二個方法啦，如果你同我講咧話，我線澤上山冇問題，咁但係到玩高山嗰一段，我唔 expect 我要去報 day tour，你想自己玩嘅，咁其實都有方法嘅，因為其實特急飛驒號嘅5號同12號呢兩架車咧就係往返名古屋同埋飛驒古村嘅，咁其實佢哋都仲有營運嘅，只不過就班次就大家可能最好上網 check 啦。咁第三個方案咧就係喺名古屋同埋高山之間咧，我哋照樣坐翻呢個飛驒特急，只不過咧就要大家要留意翻火車嘅班次啦，因為係一定出現咗改動嘅依家。咁高山到富山呢一段點算咧？咁其實咧就可以坐呢個高速巴士嘅。咁樣坐高速巴士咧，有一樣麻煩嘅位咧，就係你哋一定要事先買飛，而且太遲買可能會冇位嘅。咁不過咧就不失係一個方法啦，咁因為大家就唔需要用接落嚟第四個方法咁樣不斷進行轉車。第四個方法咧，前半段係同第三個方法相似嘅，我哋都係咧照坐特急飛驒號去到高山先，咁但係去到高山之後咧，我哋就要轉翻依個高山本線，即係一般列車。咁樣好似以我嘅行程為例啦，因為我已經所有嘢 settle 晒，改唔到啦，咁我就要搭高山本線去咗飛驒古村先，去到飛驒古村我玩完之後咧，咁我都繼續係要用翻呢個高山本線嘅。咁咧一路搭車，咁就搭到去呢個川原站。咁咧去到川原站咧，其實咧 JR 官方係 provide 咗呢個轉駁巴士嘅，咁大家咧就可以搭轉駁巴士，咁就係由呢個川原站搭到去豬谷站。咁豬谷站落咗車之後咧，大家就再轉翻去搭翻呢個一般列車高山本線，咁樣咧就可以順利到達到富山啦。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啦，由高山出發嘅高山本線一般列車咧，唔係每一架都可以直接去得到呢個川原站嘅。咁
咁如果去唔到川原站的話呢，咁你就可能要喺呢啲中途站停落嚟，等下一班係可以到達到川原站嘅列車，你先可以再上。咁大家如果要用方案4的話呢，咁就根據我呢幾日重新編過個交通安排呢，每一程車都要預多1個鐘頭嘅北發，咁樣先至會係一個最保險嘅做法。咁有關呢個高山本線同埋 JR 特急線路嘅安排呢，咁我就會放喺下邊嘅資訊欄度，咁大家可以睇下啦。咁如果有啲乜嘢問題係即係想問清楚啲嘅，或者你想攞翻我今次旅行嘅行程做 reference 嘅，又或者你其實係處於觀望狀態嘅，想睇下我呢一隻小白鼠究竟玩成點先至再做決定呢，咁都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啦。咁我會盡快覆翻大家嘅。好啦，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我都係時候爭取最後嘅時間，臨執埋我啲行李啦。咁樣就如果大家覺得我呢條片有用嘅話，咁就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翻我個 channel 啦。咁樣之後我最新嘅 update 咧都會喺度更新翻嘅。咁樣我哋就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